这个国民党昨是伫新北市的邦桥来举行联合造势，有8万人到场支持。党内的大粒头全部到齐，并且来宣布由新北市的前市长朱立伦来接任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总算卡就舞台，为韩国瑜来助选。伫选后最后一个月，国民党展现大团结的气势。全国竞选主任委员朱立伦，我们钻石三角正式起来好不好？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总算答应要做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佮家己揽一任。为了我们热爱的台湾，我们团结起来，总统支持韩国瑜好不好？好。韩国瑜伫邦桥办大型的造势活动，共有8万的支持者伫现场收听。伊讲蔡英文总统若阁连任，国家会连参4年。民进党继续执政，未来的4年，我现在就可以写这4个字给大家看：惨惨惨惨。中华民国这只雄壮的老鹰将会重新冉冉飞起。我们需要2只翅膀，一只是总统府，一只是立法院。包括前总统马英九、主席吴敦义，国民党内面的头人拢到齐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有来徛台。伫韩国瑜得到提名了，头一摆合体吹票。咱的中央政府是咱家己咧执政，咱是毋是要等个新北市更较好呢？2020的选战剩30几天，国民党内展现大团结，和韩国瑜有较放心，继续出征。